我今日嘅發言主題係檢視博企收入分配，優化博企社會責任。明年政府將會根據新博彩法嘅規定，對6間承批公司喺2023年至2025年呢3年履行批給合約嘅情況進行檢討，當中包括檢視博企社會責任嘅履行情況。對此，本人希望藉此契機，全面檢視6大博企資源投放嘅情況，優化博企收入嘅資源分配、博企社會責任嘅落實，同埋更好利用非博彩投資嘅項目，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。並且對賭收資源喺推動社會發展方面嘅投入進行進一步嘅統整，制定系統性規劃。而根據現行博彩法，博企需要向公共基金繳納賭收嘅2%稅收，另外3%用於發展城市建設、推廣旅遊同埋提供社會保障。當中2024年僅喺城市建設、推廣旅遊同埋社會保障呢一項嘅實際撥款就接近67億澳門元，較2023年係顯著增長嘅。同時喺新嘅博彩法之下，近年博企投放咗唔少嘅社會責任嘅資源，相關嘅工作值得肯定。而綜合上述所提到嘅，目前無論係賭收，抑或係各間博企自身，都會對社會發展投入好多嘅資源，但係綜觀整體較為零散，缺乏系統聯動性，未能夠發揮最大嘅社會效益。對此，為優化博彩社會責任資源嘅分配，本人提出以下3點嘅建議。第一，全面檢討5%賭收撥款分配嘅機制，重整資源，精準注資社保。目前嘅機制係將5%嘅賭收分為2%給公共基金，3%用於城建、旅遊同埋社保。但係呢一種嘅分配比例已沿用多年，而綜觀社會保障嘅其中一項收入來源就係博彩撥款。但係隨住人口嘅老化加劇，社會保障基金正面臨住巨大嘅財政壓力。而現時法律規定嘅3%嘅撥款用途包含住社會保障同埋城市建設、旅遊推廣等。本人建議政府透過明年嘅檢討，重新評估5%賭收嘅撥款比例，包括考慮提高對社會保障基金嘅注資份額，從源頭增加收入嘅來源，令到更加有基礎落實養老金嘅合理調升。而除此之外，應該將城市建設嘅收入部分更加具體落實到幫扶社會弱勢、支持社會服務、教育同埋醫療方面嘅建設。第二，成立博企社會責任基金。新博彩法雖然要求博企履行社會責任，但係目前國家嘅做法不一，缺乏統一嘅衡量標準同埋執行嘅載體，導致成效難以量化。而參考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嘅做法，建議政府應該引導或者要求博企喺履行社會責任嘅時候，透過成立一個具體運作嘅社會責任基金，更具體落實博彩法對於博企社會責任嘅要求，包括對僱員嘅保障啦，對殘疾或康復人士嘅支援，支持中小企，以及支持教育、科研、環保、文體同埋公益等活動嘅發展。第三，提高非博彩投資項目嘅透明度。喺新博彩法之下，呢3年承批公司積極發展非博彩項目。然而，政府會以涉及私人企業投資為由，不對外公佈涉及嘅金額，以致社會至今令到無法掌握具體嘅投入數據同埋進度，難以客觀判斷呢一啲投資係咪真正惠及本地嘅建設。因此，對於已完成且涉及公共利益嘅非博彩項目金額與成效，政府應建立公開嘅資料庫，令到社會可以睇到相關嘅建設成效。最後，社會嘅資源來之不易，都係靠政府、企業、社會各界及廣大居民共同努力嘅成果。希望政府一方面能夠善用博企嘅社會責任資源，更好優化民生，支持人才培養同埋慈善工作，亦都積極推動科技、教育、文化、體育，助力經濟適度多元發展，令博彩業嘅發展能夠更好地藏富於民，提升社會同埋經濟嘅韌性。多謝。